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胡嘉龍 Simon Wu，我係胡善文 Jonathan Wu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一集嘅胡說八道。咁 Simon 啊，我知道你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中至到長期嘅投資展望係嘛？係冇錯。咁就好多人就係中意睇啲嘢短線啦。咁今日同大家講下咧，喺未來啊嗰個投資嗰個中線同埋長線，假設係5年至到20年嗰個時間嘅回報嘅期望係點樣樣咧？咁今日同大家討論呢個問題。咁喺度講啲講定先，消息就麻麻地嘅，因為我哋面對嘅逆風咧就好多嘅。咁但係事實還事實，我哋都要了解嘅，係咪？嗱，一開始嘅時候，我俾大家睇呢幅圖先。呢幅圖個紅線咧，就係每一年一個我哋叫 balance growth 平衡增長型嘅投資咧，喺每一年嗰個回報係點？紅色嗰條線又上又落，又上又落，你見到咧，你可以講短期內你可以成日賺錢，亦都可以蝕錢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睇長線嗰個做法咧，就係我哋攞一個10年嘅 rolling 嘅表現嚟睇睇。咁咩意思咧？就係譬如話2000年到2010年咧，2010咧，呢10年裏邊我攞一點啫，即係攞個平均嗰一點。然後2001到2011年咧，又攞一點，咁叫做係 rolling 嘅10年咧，你就睇到比較一個長期嘅數啦。嗱，睇翻呢幅圖咯，紅色咧就係每一年嘅，而藍色嗰條線咧就 rolling 10年嘅，我哋叫 moving average 啦。綠色嗰條線咧就係亦都係 moving average， 但係咧就除咗個通貨膨脹，咁一定係低啲嘅。咁你睇到一樣咩跡象咧？就係80年代、90年代到目前為止咧，佢係不停跌嘅。你見到到係過去10年咧，已經跌到係喺目前開始比較平穩啲。但係有一點好重要嘅，就係若果以一個平衡增長式嘅投資嘅組合咧，你俾到佢10年 rolling 咧，係唔會蝕本嘅喎，你係完全冇蝕本嘅可能嘅。咁喺呢點大家記住啦。咁 Simon 啊，咁實質上點解回報率係跌緊咧？嗱，回報率頭先我用話10年嘅平均嗰條指數咧，你係睇到個長期嘅趨勢係跌緊嘅。嗰個理由咧，其實我哋面對嘅逆風，即係我哋叫做係負面嘅因素實在太多啦。咁我哋有乜嘢因素咧？第一就係大部分嘅國家嗰個規模，嗰個政府規模過大啊。因為嗰個大政府咧，因為佢哋生產能力唔高噶嘛，你喺私人個市場嗰個人數越少咧，你嘅經濟就係越係阻礙不前。澳洲其實以前係10幾20%，即係政府嗰個支出，而家已經去到27-28%，向住30% 去邁進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嚟㗎。第二就係貧富懸殊咧就擴大咗。民粹主義提高，咁大政府好明顯就係政府嘅支出過高啦。而喺西方國家，尤其澳洲呢啲咧，就係個勞工市場個管制太多，最低工資啊，太多嘅福利啦，令到我哋嗰個我哋叫做 productivity 咧，嗰個生產能力下降，亦都係造成一個公司賺錢困難嘅原因㗎。咁仲有幾個好重要嘅因素，譬如話全球化，即係 globalization 咧開始逆轉喎，調翻轉頭啊！咁當我哋打貿易戰 trade war 嘅時候咧，就係全球化逆轉，而做到咧大家嗰個生產能力下跌，而嗰個通貨膨脹加劇啊，而啲嘢越嚟越貴嘅一個最主要嘅因素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大家都知啦，就係地緣政治嘅緊張啊，俄烏戰爭啦、中東戰爭啦，呢啲亦都係造成經濟倒退嘅其中一個因素嚟㗎。另外一點好重要，全世界都面對嘅就係人口老化。人口老化係人越嚟越長命，但係工作嘅人喺工作時間嘅嗰個時間咧越嚟越短。換一句話嚟講咧，就係做嘢嘅人少，使錢嘅人多。咁你話經濟會唔會係做得好，或者係停滯唔向前個機會好高？咁到最後啦，
俾大家一個回報嘅預測。呢一張 chart 大家睇到嗱，綠色嗰條線咧就係我哋估計嘅回報率，而紅色嗰條線咧就除咗通貨膨脹，即係真正嘅回報率。咁若果係我哋睇唔到，你會蝕本嘅。但係咧個回報率咧同20-30年前或者甚至乎10幾20年前咧一定係低咗嘅。咁大家一定有個心理準備。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胡說八道。